黃家麟議員。多謝主席。司長，琴澳一體化正從物理嘅聯通邁向規則相容、民生相通嘅深水區，越嚟越多澳門嘅居民以雙城生活模式深耕兩地，對政務服務嘅跨境協同、智慧便捷提出咗更高嘅期待。行政法務範疇作為推動制度銜接、優化公共服務嘅核心力量，近年成效係有目共睹嘅。從澳電自助機進駐橫琴，實現跨境電費查繳，到遙距服務櫃、琴視澳辦、澳視琴辦成為咗現實。從寵物通關便利措施回應民生嘅剛需，到電子身份落地構建智慧服務嘅生態，每一項舉措都緊扣咗居民跨境生活嘅核心嘅訴求。但係對標優質嘅生活圈都仍然有諸多嘅關鍵環節亟待突破嘅。跨境法律文書互認效率、電子身份應用場景拓展、便民措施嘅精準化嘅優惠等，都係市民高度關注嘅焦點。我哋推動特區政府持續深化改革，既要鞏固現有嘅效果，更要破解融合嘅瓶頸，讓政務服務真正咁跟上一體化嘅步伐，為澳門居民嘅跨境生活創造創業發展築牢保障。喺呢一度我哋有幾條問題想問司長嘅。第一就係近年嚟，隨住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同埋大灣區喺澳門兩地嘅緊密聯繫，依家係日益頻繁，越嚟越多澳門嘅居民選擇喺合作區同埋大灣區生活、創業、營商、學習同埋養老。特區政府亦不斷推動澳琴兩地嘅政務嘅深度融合，致力共建優質嘅生活圈。請問司長可唔可以介紹一下現時嘅喺大灣區同埋喺橫琴嘅政務範疇喺跨境服務嘅方面嘅所展現嘅工作呢？第二，隨住橫琴一體化嘅深度推進，越來越多澳門嘅人選擇喺橫琴度居住就業，攜帶寵物、犬貓往返兩地需求日益增長。當局自2024年3月1日起推出便利措施，允許符合條件嘅澳門居民攜帶寵物經橫琴口岸往返，免卻部分嘅檢疫手續，獲市民廣泛嘅歡迎。請問目前呢一個項目嘅措施實施嘅成效係點樣呢？未來會唔會進一步有優化嘅措施，進一步提升寵物犬貓通關嘅便利程度？第三，特區政府喺2023年6月30日推出電子身份，作為澳門居民身份證嘅輔助應用。呢種嶄新嘅確認身份嘅方式，方便居民無需出示實體嘅居民身份證，便可以辦理公共部門嘅同埋私人機構嘅服務，融入智慧服務嘅新模式。請問司長可唔可以介紹一下目前電子身份嘅應用嘅情況？為擴展更多嘅應用場景，特區政府將如何推動唔同領域同埋嘅私人機構參與呢個計劃，便利居民利用電子身份應用到各項生活嘅服務之中呢？唔該。黃家麟議員提到嘅關於大灣區嘅政務嘅呢個服務方面嘅情況呢，其實就而家目前嚟講喺廣州、珠海、中山同江門4個大灣區嘅城市已經設置咗澳門特區政府嘅澳正義嘅自助服務機。呢個第一個，第二個亦都係已經同香港相關部門保持密切溝通，計劃互設雙方嘅自助服務機。預計今年年底香港嘅自助服務機將設置喺呢個慕拉士綜合服務中心跨境通辦專區。澳正義自助服務機都會喺明年喺香港設置嘅。咁澳正義嘅自助服務機選址將會按照澳門居民生活人口較多同埋往來嘅呢個比較頻繁嘅城市分階段去設置，即係呢個規劃係不斷可以推進當中嘅。咁另外就係關於寵物即係進入呢個出入橫琴嘅便利措施方面其實呢個亦都係喺舊年嘅呢個3月1號之後係推出咗相關便利措施。咁就從2024年3月到2025年10月，市政署累計係簽發194宗往返合作區嘅呢個簽注，即係有194份嘅。咁未來優化嘅方向就會可以同橫琴海關、廣北海關就呢個檢疫技術合作展開磋商前期嘅準備工作。咁亦都會去考慮就係引入合作測驗一次臨床檢疫放行嘅新監管模式。大家知道人同車都係合作測驗一次放行，咁對於呢個寵物嚟講，都會試下用咁嘅模式去進行有關嘅監管。另外亦都會喺優化現時行政流程，整合兩地檢疫證明文件，優化證書嘅驗核嘅方式，進一步提高呢個寵物即係通關嘅便利嘅程度嘅。咁另外就係關於電子身份推廣嘅問題咁其實我自己就係經常用電子身份，咁我覺得係非常非常有用嘅。咁而家特區政府除咗即係政府部門之外亦都持續同私人機構呢個接洽，推動金融領域
更多機構認可使用電子身份辦理呢個業務，進一步擴大應用嘅呢個場景嘅。擴展應用方面啊，2025年增加金融機構喺線下場景使用電子身份，包括係辦理電子錢包嘅業務，並且持續擴展金融機構線上使用電子身份去辦理服務嘅。咁而家現時嚟講呢，就係接受電子身份嘅私人機構總共有11間嘅，主要係銀行機構，同埋呢就係電信、電力、澳門通等等相關嘅機構。其實呢個接受呢種即係電子身份嘅呢種機構，私人機構越嚟越多嘅嚇。咁咧就使用嘅情況呢，電子身份使用情況呢，截至2025年10月31號呢，超過47.3萬人綁定咗呢個電子身份，使用呢就去口岸啊、公共部門啊、私人實體呢，都係已經係廣泛咁使用呢啲咁樣嘅呢個資料嘅，係咁。呢個係關於黃家麟議員嘅相關嘅問題。